點解佢會喺度㗎？呢度教會嚟嘅，人人都嚟得。我問你點解佢會喺度啊？你得問耶穌，我嘅弟兄得罪我寬恕佢7次可以嗎？耶穌回答佢話：唔係7次，係70個7次。你犯咗咩事去坐監啊？我是在罪孽裏生的，我是在罪孽裏生的，從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。呢個可能係神嘅意思。你咪黐線㗎！佢強姦咗我哋個女啊！你咪想我死先去原諒我啊？我係想你死，但係唔係就咁死。